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两厅院成立32年来第一届提供托育的服务。因为考虑到真侪爸爸妈妈想要看表演，但是佫惊囡仔会乱，所以两厅院特别伫咧馆内规划托育的场所，只要事先来报名，安尼家长伫咧欣赏艺文表演的同时，都有专业的老师带囡仔耍游戏、读绘本。这种的安排是让家长感觉足甘心的。 家长到两厅院看表演，又担心孩子没有人照顾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即马两厅院有增加托育服务，解决家长的烦恼。蛮爱看戏的，然后因为他后来有了他，我们就断了一阵子，想说那他到底要去哪里？自己来看戏都还会有点内疚感，就是要把他们放在阿嬷阿公家。 到指定的集合的地点，会有亲切的老师甲小朋友带到专属的空间。这是两厅院专台首创托育服务，让爸爸妈妈总算有机会会当好好坐咧看表演。非常好分享。有这种活动的耍游戏，老师也佫会带大家读绘本、上戏剧课，培养艺文气息。 那目前受到的回响还不错，我们也正在努力在操作当中。 只要摕两厅院门票，就会当摕4岁到8岁小朋友报名课程，一个人350块，就会当互囡仔耍到欢喜。家长呢，嘛会当放心的看表演。